阿井 Sir 嗱，其實咧成個禮拜咧，我哋都會係即係由你即係幫阿陳百強寫過嘅作品咧，我哋慢慢説起嘅。咁今日我哋由幾時説起啦？就由第一張嘅陳百強嘅唱片開始講起啦。好啊First Love 咧就係陳百強嘅第一張嘅大碟啦。當其時咧就一半英文歌，一半就係廣東歌。而廣東歌裏邊咧，即係話俾你聽，即係起碼80%，因為得一隻歌咧係陳百強自己填翻嘅啫。係啊，其他嗰啲咧都係鄭國江老師你幫佢填詞噶嘅中文歌嚟噶。係咩？我以為全部廣東歌詞係我填，然之後英文就係佢。因為佢最尾咧擺咗一隻兩心知咧，就係陳百強自己作曲同埋填詞嘅。係咩？係啦，你自己都唔記得啦，太多作品啦已經。呢啲就唱片公司嘅即係做法嚟嘅啫。係咯。咁啊，其實當時候咧，你認識呢一位年青人啦。佢嗰陣時係走紅咗未咧？你寫詞俾佢嘅時候，你對於佢嘅印象係點嘅呢？我諗我第一次見陳百強嘅時候咧，佢仲未係歌星嚟嘅。咁你另外一位唔知師兄定師弟咧，叫趙文海㗎。哦，梗係師兄。咁佢咧就喺山葉嗰個電子琴比賽度咧係參加嘅。咁佢就邀請我去參觀佢個比賽。咁我諗佢信心都頗大嘅嗰晚。係。點知碰到呢位陳百強嚇，咁啊當晚就一身白衣白褲咁樣，好普通咁樣啦。咁但係你已經覺得哇星光閃閃咁啊！佢一上台就已經咁，結果就贏咗啦。咁結果佢冠軍，咁啊趙文海就亞軍。咁我就開始留意到一個年輕人。Somewhere Out There 嗰陣時佢彈一隻音樂係咪以前嗰隻電影嘅主題？總言之有一隻佢彈一隻歌就係嗰隻歌攞咗獎。咁之後咧就好似隱隱約約就知道佢喺一啲酒店嗰度唱歌嘅，就同阿陳麗斯好似喺當時叫麗晶酒店嘅。咁我知道就唔多，但我冇去聽過，我淨係有啲咁嘅印象啫。我哋認識嘅陳百強係唔係好多嘢講嘅？係啦，即係好沉實嘅都係，好受氣嘅，係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即係可能係直接去到佢即係有唱片公司簽佢啦，咁啊要作啲詞啊喺佢啲歌曲裏邊嘅時候，係咪井 Sir 你先多啲同呢個年青人傾偈咧？有公司簽佢咧就係另外一個故事嚟嘅。係啊，因為當時佢嘅經理人就譚國基 KK 譚。KK 譚旗下咧就3位男歌星嘅，就羅文、張國榮同埋陳百強嘅。咁啊仲有後尾有個DJ 添啦，鐘保羅啦。咁再後來就仲有位女歌手叫做黃海欣嘅。咁我印象中咧，我唔知，我一路都唔知呢個故事嘅，係前唔知舊年定咩，譚國基翻嚟咁約我茶聚，咁就講起呢個故事。咁佢當年咧 EMI 寶麗金 Sony 咁就4大公司啦 WEA 啦咁，但係以 EMI 嗰個歌星嘅陣容就比較弱嘅，咁於是佢就想簽一個即係有啲份量嘅歌手翻嚟，咁就睇中咗羅文。咁羅文就係娛樂嘅心肝寶貝嚟㗎啦，劉太錫到窿㗎啦，已經咁。咁你要佢過檔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㗎。咁多數都係首先都係由經理人入手㗎啦。咁譚國基同我講，佢話當時咧，因為阿劉太又好錫阿羅文，咁羅文又真係當咗娛樂係自己屋企咁滯㗎啦，已經。咁我記得我幫阿羅文寫歌嘅時候咧，阿劉太真係無微不至嘅。佢喺夜總會唱完翻嚟先至錄音噶嘛，佢哋嗰陣時所有歌手都好夜錄音。咁佢直情係審查啊，依樣嗰樣啊，冚唪唥準備好晒，即係自己個仔咁錫嘅。咁要喺一個咁嘅關係裏邊拎一個要佢踏出依步咧，就唔係一件容易嘅事。但係當時亦都有另外一啲少少嘅因由喺度。咁你知道啦，
娛樂就一路都係做無線嘅劇集嘅主題曲，係一路黐住嘅。咁所以佢就好着重嗰個封面咧，係有啲劇照啊，咁樣嚟到宣傳。係咁，但係羅文以個歌手嘅身份嚟講咧，佢又希望自己嗰個靚樣咧，係我嚟做唱片嘅封面㗎嘛。咁有時佢咁靚咁貪靚添啊。咁啊最好係兩邊都係自己嘅靚樣㗎嘛。咁但係娛樂咧就堅持一邊一定係要無線劇集嘅照片劇照。咁啊呢樣嘢就即係有少少拗撬喺裏邊，亦都大概係因為阿譚國基捉到呢個原因咧。咁就有少少把握咧，或者可以引導阿羅文走出呢一步嘅。咁於是乎就同 EMI 一個 deal 啦。嗱，如果我成功羅文跳槽 EMI 的話咧，你哋有啲乜嘢嘅附帶條件跟到落去咧？咁不如我哋買一個關子，聽首歌先啦，聽首呢一隻羅文嘅歌先啦嚇。頭先咧，我哋一路咧張偉基同阿鄭國江師傅啦我哋嘅老師鄭 Sir 一齊傾偈咧，講到當年嘅一啲即係我諗都係得阿鄭 Sir 講到俾我哋聽嘅一啲古仔啊嚇。咁講到話即係唱片公司點樣可以令到羅文去加盟咧嚇？鄭 Sir 就主要就因為譚國基開出嘅條件，佢話如果我成功要羅文請到羅文加盟 EMI 的話咧，你要同我捧一個新人。你要無條件同我捧一個新人。咁呢個棋子咧就係陳百強。即係附帶條件。咁所以當年 EMI 就無條件應承咗譚國基力捧陳百強。係啦，不過當時候咧，陳百強咧就正如先前阿鄭 Sir 所講啦，佢係參加即係比賽啦，即係入行，又參加啲流行曲嘅創作比賽，即係當時候佢已經以一個創作歌手嘅身份入呢個圈子。係啊，冇錯。咁所以佢個大碟裏邊好多歌都佢自己作㗎，個旋律佢自己作，又真係寫得非常之好嘅。佢第一張嘅專輯就係《眼淚為你流》啦。咁啊呢張專輯係咪阿鄭 Sir 都係即係諗下呢年青人有咩歌啱佢？你即係你填嘅時候會點呢？即係幫佢寫歌。其實咧就咁嘅，因為其實當時咧就係79年啦。咁大家對粵語流行曲嗰個信心其實唔係咁大嘅。阿徐小鳳第一隻廣東歌咧，風雨同路咧，一邊係國語歌，即係叉燒包或者嗰啲壓住嘅，即係實賣嘅啦已經。咁啊諗住楞住風雨同路啊嗰扎500部啊咁嘅啫。點知出到嚟之後嗰個效果好，咁所以之後就一隻全粵語歌嘅專輯出嚟啦。咁同樣大家都唔敢睇好阿 Danny 唱廣東歌㗎，咁所以因為佢都係英文歌唱得好，比較上即係當時係好受歡迎嘅。佢喺唔係酒店度唱嘅時候，酒廊啊、酒店，餐廳我諗佢係酒店嘅，酒店啲嗰啲 launch 嗰啲係嘛，高級少少嘅。咁佢就出一半係英文嘅，另外一半就中文嘅。咁呢個都係當時嘅一個形勢嚟嘅。阿倫地溫拿地最初嗰隻碟都係一半英文一半中文。張國榮起初就喺寶麗金出嘅，都係咁樣嘅。因為當時對廣東歌真係冇咁大嘅信心嘅，所有歌星。不過即係嗰陣時，我好記得咧，陳百強俾我感覺就係佢嗰個唱片封面，又即係着件 T 恤啊，咁啊喺個鋼琴邊啊嗰啲咧，出到嚟咧又一路彈一路唱咧。佢呢一種嘅歌手同當時候譬如話阿蔡楓華、歐瑞強。呢一類咧就好唔同嘅喎，未嘅，兩位歌手係跟住後期啲，因為陳百強紅咗，咁令到其他嘅唱片公司咧覺得，咦，年青歌手係一個市場喎，咁於是乎咧，寶麗唔知寶麗金定叫寶麗多啦嗰陣嚇，咁就捧咗歐瑞強出嚟啦。咁見獵心喜，咁 Sony 又捧過蔡楓華啦。咁所以當時突然間啲年青歌手咧就雨後春筍咁樣嘅，唔淨係男仔嘅女仔都係㗎。嗰啲變咗女仔啊，林志美啊，另外陳慧嫻呢啲啊，陳慧嫻都後期好多啊。阿瑞啊。
李麗蕊呢一嗰啲類咁新嘅歌手，城市民歌啊，咁樣變咗係一類年輕嘅歌手咧，係開始係浮現啦。因為其實當時都係一啲負盛名嘅歌手掛帥噶嘛，甄妮啊、徐小鳳啊、羅文啊、關正傑啊，即係呢一類嘅歌手係贏晒嘅，當時個市場嚟講。我哋一定要聽下，即係阿井 Sir，你第一首幫阿陳百強填嘅作品，好嘛？眼淚為你流。哇！呢隻歌真係冇得講啊，真係哇！嗰時一出咧已經係好中意啊，唔知點解咧一聽就好中意。因為阿陳百強咧，即係嗰陣時俾我哋感覺咧係佢係有好即係好外國化嘅感覺，但係佢係唱廣東歌喎，即係你係突然間覺得哇，點解咁有型嘅一個男士，又即係識創作，跟住佢唱啲歌，啲歌詞又咁到咧咁樣。其實咧係一條橋咧，都係即係譚國基，即係所以我經理人真係唔易做啊。佢係度咗條橋，就話好多年輕人談戀愛咧，都試過俾人吸電話嗰種滋味嘅。講起真係吸電話，就係咁。於是乎咧，佢就就用吸電話嚟開始嗰隻歌。咁頭先阿井 Sir 咧咪後咧都話咗俾我知，解開咗我謎團，因為我都諗緊究竟電話即係後邊嗰個女子嘅聲音係邊個？我唔知道㗎喺度。當時未嘅第一隻歌未有女子聲音嘅，到咗不再流淚，然之後先至有女子聲音。係咪 DJ 嚟㗎 ？DJ 你估下？係啊，好嘢啊！唔係呢啲係我哋嗰陣時一路做 DJ 都一路知嘅嚇。咁啊，因為咧即係最直接㗎啦，揾電台 DJ， 哇，有啲好聲嘅，好好聽嘅聲，好感情。咁就係嗰幾下。即係就唔中意啦，就吸線。哇！你仲唔繼續聽啊？跟住音樂就起啦。大家頭先都聽到啦。咁另外咧就係亦都因為我第一印象啦，對 Danny 嘅印象，因為佢彈琴嘅，咁所以裏邊就有提到即係冇連彈琴都即係失戀啦，連彈琴都冇晒心機啦。咁變咗歌手嘅代入感又強咗，同埋認識呢個歌手嘅人亦嘅代入感亦都強咗，即係好多咁嘅因素咧，係加埋咧，令到呢首歌有一啲即係言外之音出咗嚟。係咁啊！其實咧，即係呢張唱片真係一個好成功嘅開始，因為當時候真係我哋頭先阿井 Sir 都有講到話羅文啊、温拿啊或者阿 Sam 啊呢一類咧，其實真係陳百強係代表咗一種。即係年青歌手嘅一個潮流嘅一個新嘅開始。嗰首歌詞比較上感動，仲有另外一個故事咧，就係你知我好多學生啊嘛。咁嗰個年代，我啲學生都開始又係咁年輕啊，拍拖啊咁。咁好多時同我訴心聲啊。咁啊講下嗰啲失戀嘅故事啊，生不如死啊，依樣嗰樣啊咁樣。咁所以我亦都係將呢啲咁嘅感情嘅線咧，係帶咗落去歌曲裏邊。咁就講真，我都嗰陣時都中年啦，點會有咁年輕嘅感覺咧？咁就因為咁嘅關係啦，咁所以令到整首歌嗰個色彩方面咧係青春好多咯。係咁喺呢一張唱片裏面，另外阿井 Sir 嘅作品咧好多啊！嗱，包括有童年樂趣多啦、雨過天青啦、恩情啦，同埋留住夕陽咧，都係井 Sir 嘅填詞嘅。留住夕陽係另外一個故事嚟嘅。留住夕陽就唔係 Danny 嘅旋律嚟嘅。咁係另外一位 Kenneth Chan。咁佢有個朋友真係病到好末期嘅。咁樣，咁佢就寫咗呢首歌，咁亦都將個故事話俾我聽，咁所以留住夕陽，我就覺得，雖然係生命可能到咗一個好黯淡嘅一個時間，但係始終都係希望夕陽無限好，都係希望留住嘅，因為無限好，所以想留住嘅。咁我就用呢個留住夕陽做一個主題咧，係送俾呢位患病嘅朋友。留住晚霞片刻光。